中學文憑試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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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SE 開考，1年1度嘅中學文憑試，尋日終於開鑼啦。DSE 始終係人生大事，都唔係話冇壓力啊。DSE 點解咁重要？因為佢係人生嘅轉捩點。點解？考試完結嘅時間係9時45分，考生可以開始作答。考得好就入大學，當然開心啦。考得唔好嘅話就喊都冇用啊。文憑試今日放榜，大約42%人考獲入讀大學最低要求。你以為拎到33222就入到大學，咁你就諗太多啦。即係雖然係啱啱好，即係攞到個最低要求，仲唔知應該報啲咩好。即使考獲入讀大學最低要求，但係競爭激烈，依然冇把握。以上年嘅例子，5萬個考生考試，最後只係得15000個人入到北大，意思每10個人入邊，只會有3個人順利入讀大學，所以個個一定會壓力爆表啊！早晨，今日係9月2號，暫時第一日返學咧，so far都 OK 嘅。聽日就我唔知啊。其實踏入中六嗰下咧，我哋係中一嘅時候就已經疫情啦嘛，中一新年，喺中一尾其實就已經疫情，其實就已經冇返學噶嘛，同埋變咗其實個時間係好似過得好快啊。11點啦就嚟，數學卷咧就搞掂咗啊，英文咧係冇做過噶，早啲瞓啦，唉，聽日5點放低啦。10月6號搞好耐先再拍，咁點解咁耐都未拍？因為純粹真係溫書咧，就真係冇嘢拍嘅。其實拍1個月咧，我發覺係其實冇嘢好睇嘅，因為你其實成個 DSE 都係咩溫習，其實係真係其實真係冇咩好拍，有好多嘢都改咗。即係我就補中文啦，又再補咗英文啦，英文補2個啦，其中一個唔得，然後換咗另外一個，試咗1堂好似都 OK。其實中六嗰陣開始咗大概1-2個月之前啦，做啲練習啊、小測咧，其實我發覺其實係有少少賴嗰個嘢嘅。其實中5嘅考試咧，其實我覺得我係 OK 嘅。入去中六咧，你發覺開始全部甩晒咯，咁你就開始好驚，你就開始狂補習，咩都補啦，中文又補，英文又補，數學咩都補，變咗可能又補1-2科，變咗係全科補咯，好黐線。自從咧我做完啲2023個 past paper 咧之後咧，就突然咧學校咧 predict 咗我咧，我係英文拎2嘅，明唔明啊？即係我之前寫咗啊嘛，中文咧係2變3，英文而家係2和3之間啦。其實咧嗰陣咧係 set 咗一個，其實我都 set 咗一個少少嘅目標啦，希望自己都可以提升翻啲成績啊。但係咧其實嗰陣咧，我唔記得11月係咪？11月咧學校講咩有模擬放榜咧，好鬼恐怖。其實出嚟嘅成績咧係搞唔掂。我知，學校 predict 咧，佢一定係壓低你㗎，佢唔會俾期望你㗎。各位，9月嘅時間表係咪都好？已經係好多嘢做㗎啦。喺10月，即係平均每日咧真係要3樣嘢，最極端嚇咩啊？星期六4樣嘢，4樣嘢。啱啱都有話 set 時間表㗎嘛，但係其實 set 時間表咧，你每一日咧係好似咧，你好想做好多嘢，你想做好多份 paper 啊，但發覺你做唔切嘅，基本上，即係你 set 時間表嗰陣咧，其實你高估咗自己嘅能力咯，基本上但係其實你係做唔到嘅。你變咗咧，你每一日咧都要留意住個時間表，咁你就要咧每一日咧都要跟住每一步咁樣去做，其實係即係冇咗好似以前嗰種咧我想做功課，我想打機嘅嗰種感覺咯。我今日教你點樣跳高。聽日 UT 係考歷史，今個星期有嚟嘅，但係咧我而家進度咧係極度緩慢啦。我之前用咗太多時間喺其他科度，變咗尤其是係主科中文啊、
UT 後一定要將個重心放翻喺歷史同地理嗰度，然後主科就順住落去應該 OK 嘅應該。其實 UT 嗰陣咧要分好多科啊嘛，但係發覺咧，其實主科同選修科咧，你係好難平衡，即係可能你集中温主科，其實你要分咗選修科。好似嗰陣其實我偏向係想温主科啦，狂攻中文同英文嘅數學，希望其實因為我主科其實考得唔係好好，但同時咧就會令到我嘅選修科搞唔掂。我選修科因為選修科大部分都係要背多啲，要做多啲。本身話考得好嘅科係好有信心嘅，但係其實約出嚟係更加差，咁就其實就變咗其實唔係好知想點咯。咁今次温習都係延續呢個25分鐘休息5分鐘嘅方法，應該會效率會好啲應該。其實嗰陣咧其實我想揾話有咩咧方法可以提升自己温習效率啦。係，即係意思係你温25分鐘計時，然後你再休息5分鐘，再温25分鐘，再休息5分鐘。最慘可能以前温習咧，你會知道就嚟温完啦，咁你就會你先可以我會休息。但問題而家情況咪你係 UT 完咧，你都係要繼續温習，會令我哋嘅動力咧係大減。11月21號，今日係一個叫做模擬放榜的東西啊！咁就聽落去一定係一個好的東西。27分係咩啊 ？Level 2啊，師兄，定 Level 1啊？教報係14點，其實係講真，盡咗力温㗎啦。我自己中文好差，温12篇章文言咧，我唔知你點温啊？你都係温精讀同問答嗰 part 㗎嘛？但係其實温完咧，發覺係你温完咧係好似冇温過㗎。你温完咧係你喺你個腦裏邊消失咗嘅，係你唔會記得㗎，永遠。但係其實我覺得最後去到 DSE 都係用精讀。好啦，咁之後就係，中文就預期地不理想㗎啦。中文作文都知㗎啦，極度地十分的炒啊！想起那次衝突，我真的悔不當初。Listening 咧就係56分，唔錯，係做得 OK 嘅。我經過呢次衝突，我感到悔不當初，應該係我經過一次衝突，然後我好後悔嘛。但我係 get 錯另外一樣嘢嘛，我 get 咗，我經過一次衝突，我一啲都唔後悔嘛。好，如果接下落嚟大家拍嘅任何片，影嘅任何相，只要你鋪上IG上，我一定會聯絡你。然後之後咧，我就會錄同學嗰度啦，今日去咗邊度食嘢啊？做啲咩啊？然後之後我見到佢冇follow我，我即刻 block 咗佢。影埋我樣唔該，真係好熟嘅其實。係啊。聽日係聖誕聯歡會啦，少聖誕卡。你冇鏡啊？有乜鏡呢首歌我想送俾一個人，亦都送俾聖誕聯歡會其實好開心，雖然咧仲有3組人咧表演，我哋係拎到季軍嘅。即係其實呢個獎項係開心嘅，我覺得。等陣，跟3場順風過度遊，然後你話淨係坐輸嘅真係食屎，可唔可以搞掂喎？高科技，放煙花。新一年其實講真冇咩感覺，因為好似上年咧，我同去睇煙花嗰度，其實係好正，我覺得係開心嘅。其實我有同事希望，即係話唔想玩到太深散，我其實想希望專注翻落去 DSE 嗰度。OK，今日教大家打國
如果係考試咧打唔到咧係唔緊要啊，有運鏡，咩叫運鏡咧？而家咧，打唔到唔緊要，只要需要運鏡咧就冇問題啊。你有冇睇過嗰條？嗰條扮打嗰條啊？冇。因為面試本身以為話好難啦，極緊張啦，點諗都會好難啦。但係點不知咧係比想像中難，係就係咁。講下感受，好驚啊！睇下，show 下俾啲觀眾睇。係簽名啊！寫咩啊！S 加油啊！淨 A1 啊！雖然我標頭生可能未必入到。睇咩嘢食先？哇！好多嘢食啊！哇！好豐富啊！哇！茶！我哋廢到笑啊！我真係廢到我心拍片啊！哇！睇先，仲有咩食啊？有冇嘢影下？搞咩啊？你搞咩啊？搞咩啊？你望鏡頭你望緊我。0分要走。好騎咯，但係我哋轉得好慢。加速。搞咩啊 ？Hello， 你食緊咩啊？哇，你食緊包喎！你食緊咩啊？你食緊包喎，都係係咪卷嚟啊 ？Sorry， 你食緊咩啊？你未問完啊？你食緊咩啊？哦，對唔住咯，你食緊咩啊？咩啊？濕嚟嘅。哇！我完啦。一陣，我同 YouTuber 食同款嘅嘢食。鬼同款。而家係11點啊！其實入 last day 嗰日咧，我淨係知道好似製衣廠。其實咧，你 last day 其實都會開始有時間，開始狂溫書，已經開始係衝刺階段㗎嘛。其實喺嗰日咧，老師唔上堂啦，老師俾我哋簽下校服啊。其實嗰日係幾輕鬆嘅，因為好似係你返學日子入邊比較最輕鬆嘅一日，已經係比較。但係其實去到嗰刻咧，又冇話覺得哇完啦，唔使再返學嗰種感覺。我淨係知道我終於放假，我終於去溫書啦。今日總共溫咗339分鐘，因為今日其實有補課啊，所以就呢啲時間就麻煩嗰啲，譬如少嗰個時間溫習。聽日要做一個 writing task 啦，聽日要返學校做 oral practice 啦，然後咧就要再上到堂中文，同埋朝早要溫香港嘅。今日係16號，唔係喎，15號，而家16號。今日溫嘅時間係237分鐘，啱啱就大概做咗2篇文。因為其實要去咗做面試啊，咁就溫嘅時間不太多，又再加埋由凌晨12點去到而家1點，就加多82分鐘。我覺得為咗提升呢個溫習嘅速度咧，我係 download 咗一個叫做溫習計時嘅 app。其實我覺得係幾有用。你知道你做咗幾多嘢㗎？你起碼你唔係唔知喺度，可能你又打下機，又喺度打 IG，又食飯下就咩都冇做過咁樣啦，冇咗浪費時間嘅呢個問題啦。而家係1點48分，啱啱先起身。我係着咗鬧鐘啦已經，但係唔小心咯真係，仲要做好多嘢咁，整咗3點仲要補習，即係1個鐘以內要做晒成份所有卷，冇人拜拜。我其實我覺得1個鐘內應該搞得掂嘅，如無意外。其實我係好想係早起身，我發覺每一次咧，你個鬧鐘響啦，你知道你唔使返學，你會好難起身。每次係去到好似11點、10點先會起身啦，因為好似又浪費咗1日啦咁樣。你個心態就話咁瞓晏啲都冇所謂啦，係咪先？今日我 timetable 咧，我係冇 mark 到話自己要補習，所以好多嘢都係由佢 delay 去到聽日先溫。即係好似全部嘢都係一日拖一日咁樣，然後我發覺而家仲未沖涼，即係而家要沖，搞得嚟可能2點，10點18分。
陣間晏晝又要翻去做一個所謂嘅學校嘅 test， 即係要温實用文。之後咧再温埋兩篇範文，咁就温習落去。18號啊，聽日係要考 oral 啊，係咯19號考啊，即係唉。好快咯，其實已經有大半年考咗啊！11號嘅時候已經其實開始考啦。今日嘅5點 second hand fashion 我覺得唔難係 OK 嘅，但係其實今年係未出奇怪嘢，係出咗一題竹棚啊，係超快，成件事好似我唔知做啲乜啦，就已經考好咗。你嗰日係好似覺得我殺到我搞唔掂啊，唔係好鬼恐怖，好鬼恐怖，因為其實考 oral 好關鍵，你一考 oral 你得你就得，你唔得咧。因為你個心態會覺得大鑊啊，即係會令到好似全部後邊咧都會開始諗啦。係臨考前嗰刻準備咧，都諗住冇死嘅其實。真係黐線嘅，真係好難啊大佬！即係哇，我真係唔知啱啱我表現咩先，真係差到爆啊！我未考得咁差，係好差，係好差。考完嗰刻係失望，定係我都唔知咩感覺。我淨係知2隻字咯，玩完咯。同埋我係好唔鬼好彩啦！楊蜜蜂邊個俾我教楊蜜蜂㗎？我咪變咗係你好似你補習嘅平時嗰啲 skills 根本用唔到，有啲八達通完全用唔到，係嗰刻係好崩潰嘅，搞唔掂真係。其實好影響個心情啊！因為25號啊，俾個 oral 題目有少少所謂打擊嘅，咁即係去到間學校咧就上到去啦，入咗一間房啦，係之後就叫你就去準備啦。我講呢份卷啦，我揭，哇，黐孖筋，即係我揭咗份卷，哇，瀨嘢啦，真係好癲啊！即係個黐孖筋嗰兩個人喺度不斷爭佢哋嘅所謂競爭，搞到我有少少緊張，跟住搞到咧就講錯晒嘢，不斷重複講你。我係好支持咧喺考評局咧個總部咧到楊蜜蜂。關於我睇一睇，原來好似而家27號，2號就開始考，即仲有5至6嘅考。我開個 schedule 已經見到係話咧2號已經考，我就覺得突然覺得好恐怖。同埋今日早啲瞓，聽日就8點起身要開始習慣翻呢個時候起身。其實我都用一段時間去調節起身嘅時間。早睡早起呢樣嘢係好難，可以早少起身去適應開考嗰個時間。今朝就温埋最後中文，應該温砌壁壞鼓、星星碼同埋呢個，咁就應該算温晒啦。之後就可能後日温埋語譯咯。好，今日考温咗567分鐘，滿意嘅。做一篇英文同埋做份數學卷嘅，但係就而家已經係12點51啦。可能做甲本都好快啊。30號啊，仲有3日。今日要開始背語譯嘅，暫時so far都 OK 嘅，即係做得啱嘅 tick 都多嘅，所以希望 OK 啦。而家終於溫到似得西山啦，大概都背一背啦，希望到時我記得啦。同埋真係好鬼攰，你望住呢啲咧，好似完全係睇唔明嘅字，然後又即係我好似知道意思係，但係我又譯唔到出嚟啊！真係好攰，搞唔掂，好辛苦。我都要取消呢啲嘢，呢啲嘢你真係我真係唔知睇嚟有咩用咯，又唔知做乜。我中文呢科咧係好虛，係你溫完咧好似又冇溫過。開考嗰下咧，尤其是第一科咧，你係覺得我冇好多嘢拎喺手咯。溫咗幾多篇？我溫晒，我係爭。其實我原來我都溫咗㗎，但係我冇溫語譯咯。其實全部都揀背晒嘅都。我唔知我溫完好似等於冇溫一樣，即係例如我冚住啦，因為我個腦係空嘅咯，咩都諗唔到咯。意思咧即係到時咧，如果去到考試嘅話咧，我一見到題目我都係空白嘅咯，然後咧淨係答到1分咯。溫習嗰陣咧，正常都會用方法啦。你一個方法唔得，咁你會用第二個方法啦。但係發覺有陣時咧，好似溫極咧都係唔識嘅。你背完又係唔得，你做完又唔得，你抄又係唔得，所以做咩都唔得。懷疑自己，因為你其實冇咩，其實點溫都根本唔得㗎咁樣咯。佢冚埋。方係咩？方係藥方，序咧就係召集，然後謀咧就係討論。由呢個唔知咩字就係咩啊？賣，清語之就係給予，説就係又説，但係戰爭631分鐘嘅。範文咧我都唔知範文進溫啦，作文上文咧就都主力溫咗好多，因為我都唔預卷一係考得好啊，因為我範文我背極都係唔掂，做呢份係搞唔掂。
係同埋咧因為中文係第一名嘛，我哋係唔敢入啦。即係喺科外面咧打死都唔入去啦，跟住分金西度狂睇啊，好鬼恐怖入到去，會覺得入到去炒硬㗎啦，唔知。我想講，你唔使驚啊，你一定得嘅，我會上你身。聽日中文課一定旗開得勝。中文範圍係 OK 合理，不太難列，亦都不太簡單，正正常常。閱讀就我唔知咩事，睇唔明啊，又係應該炒到黐線。中文寫作我覺得幾好，唔錯，希望應該扣到題。如果你喺 Threads 度討論緊中文科，其實已經過去咗，你要 let go，就好似你放低咗你嘅 X 咁。中文閱讀今年嘅 Part A 係比較難，因為 B1 而家越扣越多啲分，所以就而家做 B2。做完 Part A 係剩翻30幾分鐘做 B2， 嗱首先佢已經難啦，然後我又要剩翻半個幾鐘，其實做根本冇咩可能，咁就好求其地做，咁希望點都會高分個 B1 咧，但係就好難咯。writing 就應該冇咩問題啩。聽日係考 listening 啊，然後之前我係咧書展買嗰啲 paper 咧，聽日係過期啊，好嘥錢啊。其實不太難咯，但係今年 cut off 會好高咯，所以錯少少都會賴嘢應該。數學就都 OK 啦，都卷一係 OK 嘅，但係卷二就哇搞唔掂。我而家開始處理選修科啦，但總之15分我數咗噶啦，我希望唔會對死老師啊。隨便途幻無定界，更歡快。係好大壓力嘅，如果有壓力，記得問題聽，唔好收埋。大家 DSE 考得好啲。好。在學醉的晚上，亂發泄一切。我覺得 DSE 就係咁殘酷噶啦，佢一定會有人贏，一定會有人輸，盡力就得噶啦。你付出咗，未必會贏；你唔付出，一定會輸。考完噶咯，考完啦，考完咗之後咧，你見到個背景係有少少唔同，係啱啱考完即刻咧執嗰間房，係大家平時見嗰個位咧，係變咗放 mon 啊！我記得我之前上地理補習最後一堂咧，個老師話咧，如果香港真係灰，就唔代表你要灰，一定要逆流而上咯，因為機會總會嚟到嘅。即係可能你哋都因為工作啊，又或者你哋成長即長大咗做一個成人之後，你覺得好似有時候要自己犧牲一啲嘢去成全呢個世界要你做嘅嘢咯。咁所以有好多時候咧，就會令到嗰個你，我覺得就會好辛苦咯。千祈唔好做一個內耗人啦，千祈唔好做一個自己都唔中意自己嘅人啦。係啊，我覺得愛自己好緊要。係啊，希望你每一位都會錫自己多啲咯。